神的儿子。耶稣，耶稣，我的救世主。耶稣，耶稣，世界的光。耶稣，耶稣，我心所盼望。耶稣，耶稣。新的一年，神必给我们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我们在新的牧师的带领里面，我们同心合一，我们要看见神做新事在我们当中。阿们。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你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阿们。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你若渴慕的话，举起我们的双手来呼喊，全地都要渴望。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
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圣灵引领，神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听阮的提杯，你是阮的主，是阮一生的倚靠，我一生要跟对你。主啊，一个新的一年，阮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你要做新的代志伫阮的中间。主啊，我嘛爱用新配容来得成就。主，旧的阮求你甲阮除去，互阮是佫是新创造的人。主啊，信心来引带。伫阮的教会内面，伫咧新的一年，我们看见上帝你做新的事伫阮中间。主啊，阮渴望你信心的引带，互阮的兄弟姊妹会当合一，互阮会当合一来敬拜，合一伫咧牧师的带领内面，着上帝你对阮放的标来跑走。主啊，你互阮逐人有温数，我们照着阮的温数来服侍。主啊，帮助阮，加添阮温高。互阮的正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是服侍的人。主，阮感谢你，阮来的敬拜，阮来的祈祷，阮来的呼唤，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我一切荣耀归于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请坐。兄弟啊，无伫3万度，免得你受审判。你看，审判师已经徛伫门口。亲爱兄弟平安，真欢喜，咱伫这个寒冷早起时，能够做伙来敬拜。咱即时做伙用吟诗来敬拜上帝。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主旨欢喜。请兄弟起立，咱吟全首。
以请坐。即点，咱同心来祈祷。至诚百倍上帝，愿感谢你，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全能荣光的上帝，万物拢充满你的恩典。愿同心伫你的施恩宝座前，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啊，你是赐平安的主，你是阮上大的倚靠。求你赦免阮的罪，清气阮的心。有时阮的心内有分别，喙里有论断，袂记你是疼世间人的主。求你用你的恩典拆毁所有的隔阂，也互阮的教会会使真做是接纳人的所在，毋是用人看人，是用基督的疼彼此相疼。感谢主看顾阮的每一天，无论是喜乐还是艰苦，你拢牵阮的手，甲阮相同行。主啊，伫阮的兄弟当中有心内烦恼的，求你安慰；身体欠安的，求你医治；心灵软正的，求你赐予力量。主啊，阮的教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赐予智慧，互阮的牧者甲长职，互阮一切的事工拢照伫你的旨意来行，也赐阮正兄弟有合一的心志，彼此相疼，互相扶持。互阮的教会当真做一间会使带人认捌主、亲近主，伫社区发光作盐的教会。主啊，愿你的信心即时充满伫阮，感动阮每一个敬拜的心，互阮每一声倾听的耳，互阮毋是干那听见人的声音，佫会使听见你恩阮心内所讲的话。愿主赐互阮今日的敬拜、诗歌，甲无私所分享的信息，需要你中心的仆人。蔡牧师也互主的真理透过伊来传讲，也互主的话照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阮的有顺服的心来回应主你的疼。阮将一切荣耀、颂赞甲因权利拢归互疼阮的主。阮的感谢祈祷，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煞者，咱做伙来启义。启义文18篇，诗篇67篇。启义文18篇，诗篇67篇。伫信息后面1031页。现场我来启请兄弟来译。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互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这声，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互阮。以上，煞者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圣歌队要献的诗是新的界面。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情人要
谢圣歌队用美好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多谢咱做伙，咱请下这起立，咱坐下来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文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圣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下这请坐。谢谢，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使徒行传》第10章34节到43节。新约圣经第147页。彼得开嘴讲：但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独独伫大邦国，既有敬畏伊来行义的人，互伊欢喜接纳。上帝所寄予以色列子孙的话，对耶稣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伊是万有的主。这个消息，恁知是伫约翰所传的洗礼以后，对加利利起告遍犹太，就是那些个人耶稣。上帝有怎样用信心甲才能满伊，伊着四界行做好事，伊好紧让魔鬼所压制的，因为上帝甲伊支持。今仔伫犹太人的地方甲耶路撒冷所行的，原做干净，人就调伊伫查尼来害死伊。到第3日，上帝予伊国外煞出现，毋是要互正百姓看。是予上帝大神所竞选为着伊最干净的人看，就是阮遮个，伫伊对世人中国外了后，甲伊三甲啉食的人。伊阁命令阮传予百姓，干净即个是上帝所立定，作为外人世人的审判师，众先知也着为伊最干净，就是既若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追赦。以上。这是进度，咱要邀请蔡牧师来进度。今日蔡牧师要进度的题目是：毋但洗礼，也阁有审判。咱就时间挂蔡牧师。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参加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赐予阮今早起三角敬拜。主，阮掀开上帝你所赐外命的话，也恳求上帝你照着你话语中间的亮光，来照光阮的生命，互阮伫黑暗中看见大光，互阮也知影阮的生命通归向你。主，阮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毋知影咱捌唱过一首儿童的诗歌无？你自细汉就信主的野手，就是。你迄个抑阁咧婴仔，抑阁毋知的时阵，爸爸妈妈着甲你抱来教会，来到伫即个台前小儿洗礼吼，这是爸爸妈妈要互你的祝福。上时也一项要紧的事，你一定捌上过主日学。总是咱头拄仔看野手的人无介济，对无？因为其实会当对幼儿到伫。渐渐长大，到伫即仔，还阁牵调信仰，这是非常无简单的一项事。这伫咱教会来讲，可能叫做稀有动物，毋是？这毋通安尼讲，是真正咱期待讲，阁较侪人，你自细汉就开始安尼接触伫信仰的内底。谁人要讲这个？因为我想你可能捌唱过这首诗歌，《耶稣喜爱世上小孩》，安怎唱？
耶稣喜爱世上小孩，世上所有的小孩，无论红黄黑白中，都是耶稣心宝贝。耶稣喜爱世上所有的小孩。感谢主，咱中间虽讲这个诗歌是华语的，但是安怎朗朗上口啦朗朗上口的诗歌啊，所以咱中间嘛有足侪是主日学老师所以这个诗歌拢捌教唱过。耶稣喜爱世上小孩，耶稣疼这个细囝安怎？不论红黄黑白中，这是咧讲什么？肤色啦肤色，肤色安尼红色的、黄色的黑人黑人这当然咱捌看过，棕色的咱讲咱是黄种人当然用肤色来分别讲这是倒一国，还是倒一个文化、倒一个种族，就是亲像咱今日圣经一个开始咧讲，上帝疼人啊，上帝接纳人。无论什么款的种族，你讲红黄黑白棕，哇，那亲像所有无共款的国家的小朋友大家手牵手做伙咧唱诗歌，看起来袂歹对无？嘿，但是即句歌词若是用无共款的解说的时阵，人就会问讲，你看你讲肤色，这个是在种族歧视袂使干那讲肤色这个我伫美国的时阵，即句标语常常安尼手举起来讲 Black Lives Matter， 这是咧讲啥？反对你歧视黑人啦你毋通对黑人有歧视。另外一个咧 Stop Asian Hate， 这是啥物？对咱亚洲的黄种人伊有一种种族歧视，所以即种的拢捌抗议过。伫美国这个抗议的事常常咧发生，当时这是一个意见的表达，所以无一定像咱就是讲，佫有警察伫边会啦，巡逻拢会啦，但是迄拢申请过，所以意见的表达伫美国迄个抗议的迄个，算讲对历史的中间一直咧出现，其中一项就是安那种族歧视，这的确伫因遐，因为咱知影美国是一个文化大熔炉逐国的每一个国家去到遐，你伫咧街头巷尾看到讲，即个甲我皮肤的色无共款，你袂当甲伊讲，你黑人，迄袂使迄袂使伊就甲你讲，你黄种人，迄袂使袂使。所以讲到即个皮肤的色，伫迄个所在特别敏感，但是圣经安怎甲咱讲？圣经甲咱讲，上帝接纳每一个无共种族的人。伊讲，上帝对所有的人拢平等看待，这是即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对所有的人，所有即个无共种族的人，拢平等看待。只要伊是啥物，敬畏伊行为正直的，无论是倒一个种族，伊拢欢喜啦都喜欢。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让我们看到说，原来上帝伊祝福的是伊所创造的人类。总是咱要讲今日圣经的记载中间，咱要先对背景来了解。这个发生伫《使徒行传》第10章，是一个真有名的故事。上时发生的所在伫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城市，也是用该撒，就是当时罗马皇帝来做名的城市。这个城市头拄阮所讲谁怎着爱讲接纳每一个无共的种族，因为敢若语言就几啊项啦，希腊文、这个希伯来语，搁阿拉姆，这个就是后来咱讲这个阿拉伯的话啦当然啦，到伫现主时安那英语你讲 English 会当去到全世界逐个国家，所以到伫现主时，咱犹阁看到该撒利亚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你会发觉讲，你即马伫台湾，原来是特别台北还是新北市咱身躯边有足侪阿多仔。这几冬我发觉我转来了
敢若看到不止啊侪哦，吼，有诶是迄个牵着咱台湾人诶手做牵手诶吼，有诶是迄个来佚佗旅游诶，有诶是交换学生啊。国际化诶城市，咱讲上帝一个水诶旨意，就是讲伊接纳每一个种族诶人。接纳每一个种族的人，总是咱爱知影该撒利亚，伊接纳每一个种族，这是因为什么？这叫做罗马帝国。罗马想到讲这帝国，毋是叫做干那国家，因为统一足大地的这个区域，成做伊的国家。所以罗马成做帝国，因一个做军官，特别是伫遐带领军队的人吼，伊迄个身份无共款，伊爱有正严肃的即个规定，吼，伊会当来遵守。咱做兵咱拢知影吼，迄个会当安尼很有纪律吼，这是咱做兵的一个训练。所以咱知影做军官上司也是安尼，总是因有一项要紧的，就是因爱相信一项代志，就是忠实伫因的皇帝。因的皇帝毋那是因的顶司啊，佫是啥物？神的化身啊！所以罗马皇帝就是神啊。当迄个因咧做兵，渐渐咧做军官了后，因爱对因的即个顶司，也就是罗马皇帝，毋那是干那甲尊敬，佫爱安怎崇拜因的皇帝。即个甲一般咱的了解无共款，咱无可能去拜总统对无？无可能嘛吼。所以因的即个时代，犹佫是皇帝诚做亲像神安尼。一个军官，若是伫众人的面前讲，我所信靠的，我所拜的即位神，毋是叫做该撒，是叫做耶稣基督。哦，这足虎胆的哦，这毋那是虎胆若定。这个会影响到伊家己本身的即个，咱讲伊可能会面对着刑罚，因为伊检测伊拢知影，伊所效忠、忠实、相信的是应该是罗马皇帝。总是安尼的过程，咱看到犹佫有一位军官，也就是咱今日看到哥尼流即个背景，即个中官哥尼流伊要信耶稣。20圣经节，咱看到讲，即位中官差遣伊的士兵来到伫彼得伊伫即个伊暂时徛起的所在，然后伊讲，伊是一个受敬畏上帝的义人，用全体遮犹太人，遮犹太人足尊敬伊啊，所以伊受到即位天使的指示，叫你着爱去到因兜。叫彼得来去因兜，邀请伊去，爱请彼得来教伊，来互伊知影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哥尼流这是一个意大利营的一个军官，也是外邦人啦。当迄个时代，咱讲外邦人，所以彼得拄着即款的邀请，感觉足妖异、足奇怪，讲奇怪，我是一个犹太人，哪会一个外邦人邀请我，佮甲我问讲耶稣基督？佫甲我问讲基督教，拢是即款的过程中间，哥尼流伊拄着即个信仰，伊是来接受，而且是非常的大发热心，要来找求。在即个找求的中间，咱倒转来头拄仔迄节圣经节，讲上帝要接纳每一个无共种族的人。总是迄个中间有一句话，你爱真注意，就是讲，这中间符合本讲敬畏上帝，佮行义。吼，头拄仔咱现代中文译本咧讲，即个人是有敬畏咱的上帝，即个人受上帝接纳。总是即款受上帝接纳的，咱爱看到即字叫做敬畏，毋那是尊敬，佮爱惊啦。我毋知影你对上帝看待是啥款。啊，上帝足好个啊，耶稣是我的至好朋友。常时咱来想，上帝是创造世间的，而且伊会安怎
创世纪中间的记载讲，伊会行走灭咯。人若犯罪，伊走灭，而且迄个走灭毋是干那一块啊，讲天顶雷公安尼降一个。咱看哪啊，谁怎做大船？因为即个做大水，即个大水是全地的、全球性的吼。其他的灾厄有无？摩西伫旷野，也是遮个希伯来人，因所拄着的上帝对因的刑罚。即讲刑罚可能伤过头，总是伫迄40冬的中间，因伫旷野流浪。伫旷野流浪进前咧，摩西摕着10条戒的石板，对因迄个犯罪拜金牛角甲牵落，讲恁哪会咧拜偶像？上帝10条戒内底讲恁袂当有其他的上帝，也是因为安尼看着因即个受处罚，佫较正经咧。咱看着上帝降落10个灾厄伫埃及，上帝是咱较是爱惊吼，较是爱惊。所以腓立比书安尼讲，佫较顺服就是恁这个和合本中文这样说，更是顺服，就是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看到敬畏这2字吼，这句圣经节就对我的脑海内底走出来吼，恐惧战惊啊，毋是安尼凊凊彩彩哦，是一步一步安尼真谨慎。真温驯咧对主，所以敬畏上帝的人是安尼咧活。这咱讲可能亲像一个门槛，总是信主的人，彼得后来佫甲咱讲对伫拯救的，咱知影是主耶稣。即个耶稣也曾经是人，也就是咱称呼拿撒勒人。所以38节、39节将这个所记载。耶稣伫世间所行的，这个彼得对哥尼流的全家讲，这是恁知的，表示这个代志安怎，已经开始传遍逐所在啊。检采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伊是一个军官，外邦人的家庭，上司也拢知影。一切遮的事，阮为着遮个来做见证，所以彼得是这个代志的见证人。总是遮个事见证人，若是彼得，阁有遮个犹太人，因为发生伫耶路撒冷，伊也讲起即句话，讲因竟然将耶稣挂伫柴顶面害死。彼得若一解安尼讲，彼得认为耶稣受害死，这是毋是对伫罗马士兵啊？罗马士兵不过是啥物？借刀杀人。照着迄支刀若定，所以彼得艰苦讲，我的老师伫迄个时阵定时日过，总是即个刑罚落伫耶稣的身躯顶的时阵，伊看到的是背后遮犹太会堂遮个经学教师、祭司长遮个最头人的，总是伫即个过程中间经过。彼得要先对即个哥尼流。对因来讲起，对因来教导圣经的真理，爱先互因了解耶稣。彼得咧讲的，敢若是大家拢知影的事，而且毋免伤解说。总是即个毋免伤解说的中间，彼得后来讲到即项事，就是即位拯救者，上时也是审判者。31节的圣经17章31节的圣经节，伊讲。因为伊已经定着即个日子，照着伊所设立的人，要用公义来审判天下，而且叫因对死得着搁活，搁互万人做通相信的证据。17章31节，经过咱今日圣经在第10章对无？第10章经过遮尔侪过程，到第17章31节，犹豫咧提示。讲耶稣是迄位审判者。第10章42节，圣经在也甲咱讲，耶稣要对活人甲死人来审判。耶稣的拯救，总是伊也对咱的生命，对咱所行所做的中间，有一日咱要甲主交涉，有一日伊会当审判台前，
看咱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上时，咱做基督徒，咱毋是为着要信主得着救那定，咱上时也要面对着审判。总是头拄仔我讲17章甲第10章，这隔离遮尔远的这个无共款的这个圣经节，啥哪拢共款咧提起使徒行传，共款咧提起审判咧。检菜咧提起的人佫无共款哦。第10章是彼得咧哥尼流因兜咧探访，咧对哥尼流因全家咧介绍耶稣是治罪，咧介绍耶稣毋但是拯救者，也是审判者。17章咧，17章是保罗伫雅典指着迄个神像，即个雅典娜吼，即个神像指着即个像，讲这是人手所做的像。咱所拜的耶稣是看袂到，耶稣检测看袂到，而且伊佫会施行审判。保罗啥怎讲这个？保罗甲彼得敢有先讲好？因敢有先套招，先讲好势讲，咱拢爱讲哦，咱拢爱对因讲，这个耶稣是审判者。因敢有套招，拢用好势？无嘛，因为彼得甲保罗上时到即阵，因可能还袂见面。伫迄个过程中间，彼得竟然甲即个保罗所讲的是相像的，相款拢讲起着审判，所以这对咱来讲确实是要紧。咱若是欢喜讲主啊，你救我，主啊，我伫祈祷，你愿意听，而且愿照你的旨意来行，才会甲耶稣愈亲近的时阵，咱毋通袂记得。这个愈亲近的过程中间，咱亲近主讲主啊，我甲你连结，你拯救我。总是咱也爱想一项，迄个拯救来到伫世间的路尾，上时咱会亲像看到耶稣坐伫法庭的这个大位，伫遐做法官讲，你无物人，你的性命看起来是毋是符合，会当进入到伫上帝国？所以，当咱听到这个征服出现伫使徒行传2摆，这个保罗也是彼得，因拢讲起讲耶稣是审判者。我毋知影你看到审判看的角度是啥物？有诶时阵，咱讲有经历着即款的，无论是面对着法官，也像是咱家己捌有即种面对着即个法庭的即个官司啊，吼，类似即款的事，咱就会知影讲，咱就爱为着迄个较歹的，想起较歹的迄个方面，就是即个审判到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无法度胜诉，咱无法度来度过即个审判。若无法度度过，可能是啥物？检采咱伫法庭的中间是罚金，也是即个掠去关。等等的，耶稣伫审判台前的判断，若袂过的会去倒？地下乌噜噜，检菜是遐哦。伊讲这句话讲起来真轻巧咧，实际上是非常的沉重，实际上是非常的沉重。审判台的判断，上时是要互咱面对着咱所无法度看见，迄个咱无愿意去。迄个黑暗检采，迄是受苦的所在。信耶稣要面对着审判台的过程中间，咱要得到救，咱要伫即个审判的中间盘过，会当好势来透过伫审判进入到伫上帝国。你我毋是犹太人，总是上帝已经开即条路，伊接纳逐国逐邦无共种族的人。总是头拄仔讲，即个门槛就是敬畏上帝以外，咱着搁爱安怎来行呢？圣经则甲咱讲，信靠主的人免惊。第一个，咱具体会当来做的，信靠主的人免惊。43节的圣经则甲咱讲，既然信伊的人，就要因为伊的名来得到赦罪。咱讲圣经内底讲罪，实在真学得了解。咱人他有啥物罪，
有的人讲我也无罪，我也无犯罪，我自细汉到即马连迄个去到警察局拢毋捌的，哪有讲犯罪？但是即个罪，其实伫信仰、伫圣经来讲，上时咧讲的一项事就是无符合上帝的要求，无符合上帝的心意。所以信靠主的人会当因为主的名来得到赦罪。上帝爱咱照伊的心意来行，当咱无照安尼做的时阵，主讲你信靠伊，你信靠伊得到赦罪。以赛亚书55章第7节，伊讲歹人着弃杀家己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拄起家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要怜悯伊，互咱会当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上帝要大施行赦免，广行赦免。上帝伊当咱咧坚调讲，我要做即个决定，我即个决定是出对我家己的成功，出对我家己会当得到成就感，出对我家己会当搁较好生活、身份地位，会当安尼去找求的时阵，检菜咱来问讲：主啊，这敢是你的心意？主啊，这是毋是伫你的面前行公义？歹人着弃杀家己的道路，不义的人着拄掉家己的意念。这对咱来讲，咱一句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咱人的本性啊，咱人的本性会追求咱所想要得到的物件，亲像创世纪记载雅各共款，伊牵条去抓到咱想要牵条的物件。但是上帝讲，你拄起迄个你家己所想要爱的。你将我的心思意念放伫你的内底，放伫你的生命中，充满你的生命。因为咱人的心，因为这个企图心，检测这个欲望，迄袂充满你的生命，真正会当互你的生命愈丰盛得到充满的，是上帝的话，是阮所敬畏这位耶和华上帝伊本身。当你找求上帝的时阵，你才会感受到你的生命满溢佮丰盛。所以信靠主的人免惊，你着知影讲归向咱的上帝，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上帝要大施行赦免。伊知影你的过去，伊也检测知影洗礼了后，你的生命改变对主的脚步，然后伊会看见伫将来。审判台前，伊会对伊的名来赦免你的罪。第二项，伫万民中间行公义。咱拄头一个圣经节，即个34节的圣经节，伊讲上帝接纳的是迄个敬畏上帝，检测后壁两字，咱爱注意看，就是叫做行义啦。和合本讲行义。检测即个现代中文译本就是对人行好，对人行好会当对主来得到接纳。弥迦书6章第8节，咱应该拢会当暗念。圣经在讲世间人啊，耶和华上帝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好，伊向你所爱的是什么，就是你爱行公义、熬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你的上帝相同行。谦卑的心，你才会当放落你家己迄个要牵条的心思意念，才会当放落，而且互上帝进入到你的心。行公义检测就是行好，也是亲像哥尼流安尼，伫犹太人的中间，伊是外邦人，但是伫犹太人的中间，伊有好名声。高怜悯，咱有看到人的外表，咱感觉无法度接纳。但是，咱是毋是愿啊超越迄来讲主啊？互我看到的毋是即个外表，那丧凶、那艰苦、那病痛的人，互我看到的是伊迄个心内底有牵条，讲主啊，我要跟对你，主啊，我要找求即个信仰，成做我的帮站，甲上帝相同行。
当咱甲上帝相同行的时阵，咱无看外表，咱是看人的内心，也是看迄个谦卑会当互上帝进入到咱的心内迄个心。所以伫万民中间行公义，是毋是看你是虾米款的皮肤色？毋是哦，也毋是看你头毛是染做金的，也是黑的，也是白的，嘛毋是。伫万民中间行公义，是无分是倒一个种族的。第三项，毋但洗礼，还佫有审判。要主帮助咱，互咱知影，咱洗礼毋是即个信仰就够单，安尼就好啊。是互咱会当继续牵条，讲洗礼了后，我的性命对头更新了后，我会当跟对耶稣的脚步，而且到伫世间的路尾，知影迄个时阵审判台前，耶稣也要互咱来面对着这。第48节伊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因行洗礼。也就是讲，今仔日伫第10章即个圣经在记载，哥尼流因兜即个彼得受到伊的邀请来探访，来甲伊教讲基督教信仰是甚物了后，因就欢喜，而且伫遐领受圣神，会晓方言祈祷。彼得就讲：哇，因已经领受方言啊，圣神伫因的心上确实有即个见证啊，所以伊就安那。甲因讲，因要领受洗礼有啥物脱解？所以伫即个哥尼流因全家就借着安尼的机会来伫即个众人的面前来洗礼。这本地也是上时，咱本地今日有准备讲，咱有要洗礼的兄弟，拢是咱也透过安尼彼此鼓励。这段圣经节毋是讲互迄个特别洗礼的人听的啦。这段圣经节上时也是对咱即个已经洗礼久，也是准备要来洗礼的人讲的。讲主啊，互我会当，毋但是洗礼，讲我成做基督徒，上帝的祝福伫卡临到我身上，毋但是安尼，佫会当勇敢讲主啊，我毋但是领受洗礼，佫爱行伫主你的心思意念，对耶稣基督称作主。耶稣做咱的生命的主人，咱无搁做主人，所以信靠耶稣，咱勇敢面对这个审判。约翰一书第4章17节，伊讲安尼，咱通得到完全，因为耶稣疼咱就通伫审判的日坦然无惊吓，因为耶稣安怎行伫世间，咱也安怎来学来活。求主帮助咱，互咱看见上帝的话，毋但是伫即个所写白纸黑字若定，是咱哪读会当读入去咱的心，会当对基督的中间，要看上帝，互咱气力要安怎活出来。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透过上帝你的话，搁一摆生命得到提醒，就是主你互阮已经洗礼的兄弟，也搁一摆。知影，阮的生命毋但是来做礼拜，毋但是伫厝诶，有时阵会当读圣经，有时阵会当若唱圣诗。阮的生命着搁较爱活伫上帝你的话中间，来跟对你，搁较效法耶稣基督安怎行伫世间。亲爱的天父，检采伫阮人有眼足。阮常常照着阮家己的心思意念，牵条阮所要得到的，无论是身份地位，也是阮的成就感，检采是金钱。同时，主，阮要搁一摆仰望伫主你，因为主，阮知影阮人的软弱，上帝你要互阮得到完全，因为耶稣疼阮。恳求上帝你互阮坦然无惊吓，来面对着审判台的时，阮通对主你听着对阮讲。讲主你讲，阮是好搁正中，上帝你的采用，也互阮对安尼来得到帮助。讲主啊，以满了你的上帝，诚做甲阮同在的时，阮也通继续往前来行人生的道路。阮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感谢无数美好的信息分享予咱。接着，咱做伙来吟回应诗信息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请下载起立，咱做伙吟全首。即条咱同心来奉献，请师父伫当中来执行。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请坐。所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是《使徒行传》第10章43节，咱做伙来读2遍，请。就是你若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做赦；就是你若信伊的人，对伊的名得到做赦。《使徒行传》第10章43节。
今仔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哦，没有，好，好。煞者我来做教会事工的报告，请咱先开周报来看。本会消息部分，第一项年度的查销。本礼拜日会后本会要检账吼，检账委员甲财务同工爱将咱的即个要检查各单位2025年度会计销甲现金的存款吼，并且相关的人员来准备即个校册，甲家境簿仔来受检。第二，正月13拜二，台北中会要召开今年度第一次的会议，伫新店教会。由咱蔡东旭牧师吼，甲第二长老代表教会前往参加，请关心带导。第三，正月16拜五暗时8点要召开本会今年度第一次的中职会，请董职同工一定来出席来参加。第四，正月18下主日，咱是联合礼拜，所以是9点开始吼。然后咱要举行本会今年度第一次的圣礼典。请兄姐一同为着咱本会接纳跟死的兄姐来庆贺，互得救的灵魂日日来加添伫咱罗州教会。那礼拜中咱要接纳因为需弟兄入本会，并且为着地秀琴姊妹进行这个献信礼。等讲会使8点半有召开小会，并且礼拜后要继续开会请小会员爱备办时间。第五，社区妇女合唱团第9期要来招生伫每礼拜二下晡的2点20到3点半，费用一期有12次是500块。课程的内容有发声练习、基础乐理，还有歌唱技巧等等那指挥是李月玲老师，是东吴大学音乐系毕业，然后国中音乐老师退休。那欢迎咱邀请社区爱唱歌的妇女来参加。作为咱团后音上好的途径报名来请咱的团长方月姐妹。第六，若要收取2025年的奉献证明的兄弟，请咱填写即个申请单，并且注明咱的身份证号码。为着要保护咱的个资所以咱填写了后，直接来交互咱的干事。对今仔日开始到1月25日止。第七，新港讲读经2026年第一季的读本人生的导航已经放伫1楼的招待桌请华姐兄姐咱自由来索取伫厝里来领修。特别每礼拜3暗时8点的读经基督会，邀请兄姐踊跃来参加来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带导，互咱更较有快乐。第九，新年度的开始，欢迎咱的兄姐来申请。是伊奉献的奉献地，请大家来遵守主的诫命，奉献，互主来欢喜嘛祝福。第十，礼拜后1楼的联谊厅沙发区，咱是作为新人的招待区请咱同工协助新人就座，其他兄姐嘛，请咱从位来留互这个新人11，顶礼拜来新朋友秀娜姐妹，还有宣慧姐妹、怡文姐妹，有没有来呢？好，那我们为他们继续来带祷还有新伦姐妹跟怡红弟兄团契的消息，同心团契的原定伫今仔日要举行例会咱延期到后主日来举行。那后主日举行，咱的主礼是邀请咱蔡东旭牧师伊主题是上帝选民身边的人。特别甲犹亚以及耶稣甲犹太，咱欢迎亲友爱来参加具体相通的部分嘛，请咱兄姐将这个带导的事项放伫咱的灵修当中来祈祷。老师有要补充报告无？好，即条咱来唱每遍诗圣诗386首。天爷万邦万国万民，临时煞请牧师来教导，请兄姐起立。天外
咱同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疼叹，圣囝耶稣为着咱成做拯救、做审判师，伫阮的生命的中间，圣神上帝提醒阮、帮助阮，互阮面对着人生的决定，面对着大细项事，用祈祷做念大声来到伫主是阮宝座前，对即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现在请坐，默祷闭会。